尾佫开始食买价咯。疫情已经过去，今年有袂少的企业恢复到实体买价，嘛连带互舞蹈教室的业绩回档的7、8成。因为有袂少的企业鼓励员工伫咧买价来表演，佫会当加码摕红包。咱就来看今年的买价上界热门的舞曲是倒几条。 动作流利，对着音乐来跳舞，表情甲技术嘛真专业。内行的都是无共，是讲你买价表演，准备好啊未？ 疫情解封之后，尾牙实体办的越来越多，也连带让舞蹈教室的询问度也变高。无论是专业的舞者，也是找老师家己学，恢复实体买价了后，舞蹈教室的业绩嘛恢复7、8成。啊，那即摆上届时行买价表演歌曲，就是这条。你敢有对着即摆的流行？这条好学更好嘅舞蹈是买价表演热门的选项。还有这条用手指头啊比出鸡两个形状，嘛有真侪人咧跳。 这舞蹈挑战嘛是袂歹的选择，由阿苏比和科目3伫台顶跳，带卡买档对着跳。主要是奖金的关系，有些的话它会比较多的奖金，对，然后会专门就是给这个舞蹈表演的，对，然后大部分的话他们可以跟一些主管啊、CEO 一起表演的话，可能也会增加一些比较好的曝光这样子。伫个年底奖金本来个进前，每个表演做遮尔侪拍拼，员工嘛是希望头家甲主管会当。 加减赚一个红包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